水来了，放着吧。夫人，夫人，夫君动了！夫君，夫君。你先下去歇着吧，刚才也许是看花眼了。不是的，夫人，我真的看见夫君动了一下。二女，我知道这1个月来，你盼着夫君早日醒来，可有时候你越是心急，往往适得其反。你先下去歇着吧，今天好好睡一觉。夫人，夫君自从那日躺下以后，就再也没起来过。大夫们都说，夫君这是心病，要靠他自己才能好转。可如今已经月余，夫君还是没有任何的好转迹象。我真怕是夫君自己不愿意醒过来。不会的，夫君与我们情深意重，只要他心里想着我们，就算是到了地府，也会回来的。夫君，王子豪，好久不见啊！我就知道混来混去还是个屌丝。不管你是王孙贵族还是侯爷官宦，你永远都逃离不了屌丝的命运。这样吧，要是你在唐朝混不下去了，你就再找辆马车把自己撞回去。你那漂亮的媳妇儿陈雪影，二女。还有你的小情人兰陵公主，就交给我来伺候，怎么样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王子豪，你他妈就是个怂包！你放着一家妻儿老小，你不管你自己在这儿想什么清闲？你他妈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你有什么资格活在这世界上？你到底是？别再说了，闭嘴！别说了，是不是男人？别说了，你自己在这说了，别说了！夫君，二女，快过来，夫君有反应了。夫君，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？夫君，你想说什么？夫君醒了，太好了，夫君。早上寒气重，怎么就这样出来了？是啊，夫君大病初愈，还是再躺些日子调养吧。不能再躺了，1个多月了，再躺就是废人了。来，扶夫君到处走走。夫人，最近娘家那边怎么样了？受到侯府波及，很多生意都停了。好在皇后没有继续打压，过些日子就能好转。二女呢？最近有没有惹夫人生气啊？怎么会呢？夫人一直夸我乖巧。
是啊，二女现在懂事多了。怎么才一夜之间就感觉二女好像长大了？真的，夫君真这样觉得吗？夫君，那我们圆房吧。啊？二女，哪有一个姑娘家急着要圆房的？再说夫君大病初愈，你就不怕夫君伤了身体？夫人，二女失言，夫人莫怪。好了好了，小蝶，小蝶，你出来吧，看见你了。小侯爷，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啊？快出来！快！你怎么没走啊？不是回延吉了吗？夫人，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说。我也不知道。嗯？都出来吧！看见你们了，小蝶把你们都出卖了。小侯爷，我们是知道了，都没走。小侯爷，您千万别怪大伙。本来我们是想离开侯府的，但是我们在侯府住了这么长时间，竟然忘了回家的路。小侯爷，您本来生了那么一场怪病之后，你整个人都变了，对我们下人也特别的好。我还记得您教我们制作花露水，摇元宵，做牛肉泡馍，给了二位夫人做贴心的小护衣，而且还教秦将军征战吐蕃，征战高丽，征战沙场。小侯爷，地上这些钱本来我们也花不出去的，我觉得现在集结起来，我们大家就好好一起过日子吧。我栓的啰嗦了这么多年，我今天还想最后啰嗦一句：小侯爷，你输，我们陪你东山再起；你赢，我们陪你君临天下。起来，都起来！小侯爷，你一句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说，钱叔和胡丈夫还在厨房给您做饭呢。哎呀，还是你的主意好啊！啊，用这个法子，省得让那帮后生笑话咱们啊！行呀，别说了，哎，快坐吧，侯爷他们还等着吃呢。哎，好，干吧，干吧！哎，好嘞。大伙不必拘礼，一家人，坐吧。坐呀。
如今侯府没落，但承蒙众位不弃，我王修十分感动。这一杯，敬大伙。敬小侯爷。这第二杯，我敬我两位夫人。多亏了两位夫人，这1个月以来对我的照顾。不说了。敬二位夫人。我知道众位对侯府的感情，但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你们在我这儿蹉跎，我怕耽误了大伙，所以这最后一杯是散伙酒。如果你们还认我王修，就把这杯干了吧。带个头，把酒干了。小侯爷，上次发银子，您就让我第一个领，结果害得我被大伙骂了1个月。这次我说什么也不干。二娘子，你来。大丈夫说不散就不散，真的汉子。好兄，哦，高聚会呢？好热闹啊！毛赞兄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毛赞兄怎么又来了？啊，子豪兄，上次你赔给我的那些钱，我买了好多的货物，大赚了一笔啊！这次呢，我特地带点礼物来感谢子豪兄的帮忙。哦，那你想多了，不是帮忙，是信誉问题。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感谢还是要感谢的。子豪兄，这个请收下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据说这是汉武帝用过的物件，那是价值连城啊！汉武帝也用假货呀？啊？这我又上了你们汉人的当了！哎呀，毛赞兄可懂汉文啊？我不懂啊。这上面写着“东市王家铺子制造于龙朔3年”。我看看，你懂这什么意思吗？子豪兄果然是心细呀！这个都不是送给子豪兄的呢，我给你开个玩笑，这个是兄弟留着自己玩的。转的可真快啊！哎呀，毛赞兄啊，你也累了吧？别兜圈子了，无事不能三宝殿，什么事儿啊？子豪兄啊，还是你精明啊！其实呢，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啊，那肯定是大事儿。哎，对我来说是大事儿，对你来说那是小事儿啊。小不小事不知道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这样吧，子豪兄，我就直说了。我想买花露水的秘方啊。不可能。子豪兄啊，你说子豪兄，你看看你的家现在是这个样子，你留这个秘方干什么？你何不卖给我呢？对不对？毛赞兄，你可了解岁月城那边的情况？岁月城
原本呢是你们大唐的边陲，这几年呢与我吐蕃互市，几个重镇那是非常的繁华。以后呢，这长安城我拉尔毛赞可能也来的少了，因为呢我想要的东西，碎叶城那边统统都有啊。毛赞兄，不好意思，花露水的秘方不能卖给你，但是我另外有个主意。让大伙儿久等了啊！哎，小豪爷，我们不走，什么都别说了，都走。我们不走啊，小豪爷。别说了，我的意思是我跟大夫人、二夫人，咱们一起走。小豪爷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碎叶城。夫君真的决定去碎叶城？长安城待不下去了，正好去那边发展。夫君去碎叶城可是为了兰陵公主？不瞒夫人，有一半原因是因为兰陵公主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去碎叶城妾身没有意见。夫人，只是碎叶城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想听听夫君的另一半理由。我已经跟拉旺毛赞商量好了，在那边合伙开公司，而且有了毛赞兄在那边照应，我们就不是孤立无援了。姐夫，什么是公司？公司就是大家合伙做生意。拉旺毛赞给他插上毛就是之侯，咱们能信得过他吗？好，这个不用担心。花露水的生产还是我们来负责，他只是负责销售。而且这个公司将来还要改制。什么又是改制啊？改制就是说把柜上的钱分给大家，就算大家都入了股了，将来呢，这个公司就不是我王子豪一个人的，而是大家伙的。只要做得好，大家都有钱赚。所有的人都？对，所有人。那大家的意思呢？我现在去问。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岁月城地处边陲，环境恶劣，不比长安。前几年呢，免不了会风餐露宿，非常艰苦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想清楚，不想去的，我绝不勉强。那么，不想去的站出来。想去的站出来。哎，我和内子还要谢谢子豪兄呢。哎，你自己老谋深算，谢我什么呀？独孤兄，你二人颇具江湖气概，又身具神功。以后难免会走上快意恩仇、行侠江湖的道路。正所谓宝刀配英雄。来，这是磨刀的改进方法，请你们小两口收下。董事长，这个我们不能要。独孤夫谢过。痛快，照顾好他。站起来吧，秦兄。子豪兄一路保重。秦兄，三国杀兵书的一些技巧，我已抄录于你，请你收好。子豪兄，这不，哎，不单是为了你一个人，也为我大唐，收下。谢子豪兄赐书。
秦玉此生难忘。哎，吴姑娘，我跟老四啊，最后决定把这本鸡尾酒调制秘方送给你，好好开店。谢董事长，谢四姑娘。程兄，哎，以后怕是不能孝敬程老爷子了。所以这个高斗酒蒸馏的秘方交给你，好好保管，不可泄露。曹兄，这真的是……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谢曹兄。不过，我知程兄贪杯，我要与你约法3章。你说，每日饮酒不得超过3杯。这也太少了吧？是少了点。那我先说了。同意，我同意。说好。王兄，崔兄，保重。众位，保重。走。子豪兄，4天后我们还能不能见面？那些无法缠绵，双手并肩，在谁年聊谁间落花誓言，一飘散入天地间，绿色水连天，心手间，思念无边。一个冷冽风上云烟，泪色般指尖，往事。哎，秦兄，子豪兄说的是今天回来吗？信中是这么说的，但只说从岁月城回长安，我算着吧，应该是近几日。可我们都已经等了3天了。哎呀，这路上的事儿谁说的准呢？啊，听说剑南高速那边出了车祸了，各路马车堵的是水泄不通，耽误点行程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先别说话。
鸡，吃饭睡觉的猪。今天跟我一起罢课。退岗。高二班又出问题了，所有学生现在开始罢课。你们这边强迫的就让我惹祸是吧？小白金死，你讲何苦啊？你今晚有时间吗？我会在你可以看得到我的地方等着你。高二班所有的人都在为你加油！加油！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梦。